经杀进雍城了。公子华呢？该相呢？公子华生死不明，该相也不知去向。魏后，我们快走啊！我让你准备的鹤顶红呢？给我，给我！魏后，魏后。别在那装模作样，请吧。王君来了。什么？我说什么，你们应当心里明白。不会，你居然是贾韵！好了，你们这些人都给老子闭嘴！王后。糜夫人，请吧。先会文王遗言。王而迎继，凯替君子，仁爱宽厚，深明大义，特传位于公子迎继。恭迎新王上殿。走吧，尹夫人，糜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走！糜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密道，通向郊外。尹夫人，秘书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，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没想到，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
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笑话！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心高气傲的人，越是容易显露自己的心思。他是对那个落魄世子情有独钟。王后说的是哪个世子啊？当然是东周那个苏秦了。苏先生，苏先生，这壶中没有水了，去给我打水。哎呀，你已经欠了2个月的房钱了，而且这个月用的竹简钱都还没给，要不您想办法把这钱先给结了。别翻那个箱子了，没有值钱的东西了，值钱的早都抵出去了。这些拿去卖了吧。苏先生，这可是您费尽心血熬夜写出来的策论呐。这些策论若有用时，价值万金；若无用时，它一文不值。现在它已经没有用了，拿去都卖了吧。实话告诉您吧，这写过字的竹简呢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那你说，这个房间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这个，先生，这黑貂裘不是挺值钱的吗？好眼光，也就它还能值几个钱。但眼下天渐凉了，我也就这一。与燕国联姻，利大于弊，何乐而不为？选燕国使者，明日入承明殿议亲。是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燕国派人来求亲了。向谁求亲呢？那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我们秦国的大公主啊！咱们大公主那么好，谁能配得上她呀？你笨不笨呐？再好的姑娘，那也得嫁人呐。希望燕国不是太远。这燕国啊，是离我们秦国最远的国家了。冬天下很大的雪，那儿的人呐，鼻子和耳朵都被冻掉了。这大王为什么要把大公主嫁到那么吓人的地方去？脖颈子痒了。姐姐，今日我到公孙衍的府上去过了，可大良造仍然不肯把符节还给咱们。我问他，若是大王追查起来怎么办？他竟然说，那就告诉大王，说符节在给母国送节礼的路上让强盗抢了去，然后就硬是把我给打发回来了。要不你我去大王那儿出手他？妹妹糊涂啊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了？姐姐，那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？不过倒是可以借此吓他一下。这个女人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先生息怒，魏夫人会不会因为情形不对出卖先生？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
也未必。大王看，韩、赵、魏是不同国家，可他们的文字却很相似。韩、赵、魏原来同属三晋，自然共用晋国文字。后来三家分晋，他们有意把文字做出种种区分，所以这三国文字虽然相似，却也不同。西周之后，诸侯分裂割据，攻城略地，自建障碍，造成了交通、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不同，为难了别人，也为难了自己。那年，王后嫁入秦国，半路病倒，我在药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认识楚国文字的人，却因为度量衡不一致，他不肯卖药给我。他也两难，不卖给你是误事，卖给你可能就是害命。不要说国与国之间，寡人这些年来，在秦国的属地，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都一直进行得很艰辛。听说那些被楚国并吞的小国，刚开始也都是文字语言不同，并入楚国之后，却被迫使用同一种文字。刚开始人们也很抗拒，后来渐渐习惯，竟也觉出种种好处。所以，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。大王衣冠礼乐，优渥款待蔺相如，赵国这次很有面子。儿臣在猜测，那和氏璧或许还是假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母后是我朝唯一能判定和氏璧真假之人。寡人曾以为，即便是用15座城池能换得和氏璧，他若能博得母后片刻的欢心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可和氏璧到手之后，母后对他似乎根本就不在意。在母后眼里，那和氏璧早已是我大秦囊中之物，只不过在赵国手中多放几年罢了，何必在意？儿臣知道，在母后的心里，只有江山社稷。但儿臣还想知道，在母后的心中，除了江山社稷之外，可还有其他的东西？自然有。母后孤苦飘零，无援无助之时，想要的是一碗热汤，一间遮风避雨的小屋，和一双能与我互相扶持的手，绝不是一块和氏璧。财宝皆身外之物，能慰藉母后的，都与财宝无干。母后，太后，母后，姐姐，你们来了。